Jordan， 张根玉 catch and shoot 三分球 ，Devin Reed 就直接个人单打了。张根玉的中距离运球的时候，你拿躲避球，你来运球，其实感觉有时候腿的肌力好像还没有恢复到100%哦。哇，又是张根玉，张根玉的起飞来底下放进。 张根玉的出手2分有。那我们看到今天张根玉其实在这个中距离的部分哦，其实非常有把握啊。今年也有打出一个新的身价来看。给到跟进的张根玉2分放进。看一下 Devin Reed 传给留底线的张根玉。感觉他好像不管在多远的距离，他都是用这种抛投啊。张根玉左边底角的3分，前面多打少的机会，张根玉跨步上篮，几乎都接到球哦。张根玉买分成功，4分打机会。看到再次说明了他的无限潜能。对，张根玉这一球投进了，快先下场了，刘林正，那把这个 Jordan 换上来。哇，3分球是张根玉，所以在季后赛呢也绝对有他的表现空间。张根玉切入，裁判哨音响了，这是一个净算加罚 ，and 1。外围 catch and shoot 3分球，张根玉。这个领航员的内线防守紧缩的还蛮快的。哦，张根玉飞进来，张根玉大角度的转移3分球砍进了，今天攻下了18分。防守上面啊，不管是篮板或者是防守啊，其实都做得相当棒啊！张根玉的3分球，9分的真的是太吓人了。39分10个篮板，篮底下净算加罚张根玉。哇，双方是互相换拳放血啊！是，来告诉大家，这是我家，不要在这边撒野。张根玉又来了，切入进去，哇，2个人教练先把他保护在板凳上面。不过我想杰伦样他应该也不会再休息太久啊。3分球张根玉，这是已经急。小钟拿给张根玉，净算加罚 ，and 1。Jordan。张根玉 catch and shoot 3分球。